是主点伫我地活，现在我地无搁再是我，是主点伫我地活，主叫我有我，基督点伫我地活，现在我地无搁再是我，是主点伫我地活，是主点伫我。是主点伫我地，搁一遍来。是主点伫我地，咱拍拍归荣耀咱的主。俺要来学乐敬拜咱的主，咱献上咱的感谢，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父，得到呵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踮伫伊，咱对伊的会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恩典的富有。咱感谢主，互咱会通恩典充满，保罗伊安怎经历讲，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咧活，为什么靠家己咧活吼，足辛苦的吼？耶稣讲来，恁辛苦的来到我遮，我就互恁安怎吼，会通得到讨饭，得到安息。咱开声来感谢，来献上咱的俄乐吼，咱开声来祈祷。主，阮俄乐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求你帮助阮会通伫遮来经历你的恩典充满，伫顺境逆境，让我主你成做阮的瓦靠。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好处无暂伫你以外。愿主赐阮恩典满满，让阮会通伫遮常做你是阮所好的管道，让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哈利路亚。听阮人类的天父上帝。你知影，阮靠家己的气力有限，所以你赏赐万项好的这物件，互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因为信靠你会通得到福气。所以无论伫顺境逆境，你拢伸出你的圣手来引带、保护、看顾，让阮会通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愿主你赐阮时时充满感谢、感恩伫你面前，阮就看见上帝你拍开你恩典的门，并落伫阮中间，听阮同心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用主话做伙宣告讲：认耶和华做伊的上帝，伊国有福气。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毋忘伊的慈爱的人，要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保存因的活命伫饥荒的时。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吼。咱有收到这300件啊无？我昨有人摕300件托我奉献啦吼。问讲，牧师300件教会有收无啊？甲你的边仔讲有收啦，嘿。那咱要怎促进咱的经济吼？有人骂，有人学了，拢有啦吼。所以要做执政掌权的无简单，咱为着咱执政掌权的来祈祷，互咱有内部的忧愁烦恼。中国嘛不时吼飞机飞来，毋知要来观光还是安怎啦吼。咱的飞机就飞去吼，要安怎伫遮来防止伊伫遮来侵略咱？所以咱有内忧外患嘛吼。所以求上帝来帮助，互咱执政掌权的吼有智慧吼。美国的飞机嘛拢飞来底，甲咱看看安尼啦吼。所以咱真毋茫讲吼，中国伊家己会通有好的民主吼。你知影讲有水灾对无？有地动吼，搁有迄个草莓、蝗虫吼。所以伊家己都顾袂起啊吼。所以咱爱为因祝福啊吼，因顾了好势，莫一工伤工受胖，就要来吼
顾咱台湾安尼吼，咱家己顾会去啦吼。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祝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吼，即个土地百姓叫做平安喜乐。阿利路亚。主啊，你名来祝福即个土地，互人当平安徛起，遮百姓会通有五望，后主你的同在，愿主所，互阮会遮安居乐业，会当来敬拜上帝你，主所，阿利路亚，主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的权柄守护敬畏你的人，就让伫你，互阮会平安过日。主，阮感谢俄罗斯你守护台湾，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有主你保护看顾。阮看见外国有侪这疫情的严重，所以你有愿听台湾。虽然阮有外面的搅扰、内部的对立，所以主你有愿，互阮知影你是阮的主，阮的瓦靠。互执政掌权会通敬畏你，无瓦靠人手所做的这生命偶像。因为官兵对你来，你是管辖万项有，愿主所互这个执政的有智慧，因为好的政策就互阮会通安居乐业、平安过日。愿主所互阮无论是执政在野的，拢会通同心为着这块土地来拍拼，互阮的百姓会通得到福利。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咱也要为着咱的需要咱用主的话做伙讲，我就是门。若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出来无毋是爱偷、爱财、爱白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搁有丰盛。咱为着咱的心灵吼，咱看天气咧变化吼，昨上悬到几度？40点40点几度安尼吼，是台东的大雾啦吼，所以有当时出入爱注意无着沙安尼吼，婚姻感情产业，咱真期待讲咱的家庭和睦，咱的婚姻美满，有事业，因为疫情的影响，是毋是影响到咱的工作？咱的囡仔的课业，毋是靠文昌帝君，是靠啥？靠天父上帝吼。互咱有智慧敬畏上帝，得到智慧人甲人中间有好的关系耶稣来就是要互人甲上帝，互人甲人有和睦的关系所以咱即几项，若你的需要甲你的厝的人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求上帝来帮咱祝福也是你坐的拢会使。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同工会为你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阮我都感谢你，愿主你的帮助同在，阿利路亚。今仔大大开嘴的主，你就要大大来祝福。主啊，你是守护平安喜乐，互人供应到遐，阁有出的上帝。愿主你守护你的医治，临到伫阮这兄弟。有需要的，愿主你关联充满万山地地。创造阮人类、想赐阮活命的上帝，你赐予阮会通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总是阮知影环境来，也是阮家己所做的，兼在互阮的心灵受拍损。主你呼召阮会通亲近你，你有医治，你有供应，你有稳定的道路，你有永远的救恩。愿主帮助阮，阮能得到智慧，伫遮来敬拜你。阮伫敬拜中间会通看见你的应允。阮用信心来领受你的恩典，互阮通经历，也通成做你施恩所人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最后，咱要为着礼拜来祈祷，
咱用主的话做宣告讲，若是恁着达时警醒，祈祷，互恁会得闪避将来拢总的事，来徛伫来因主的面前，咱会通警醒来祈祷，咱为着牧者团队甲中职团队来祈祷。今仔日咱嘛有这夏令营了后的同学会，有这个囡仔会去倒转来伫遮继续有好的一个连结，佫有一到12点半有这红桃美老师伊带家长甲这个囡仔透过活动来通建立迄个好的关系。嘛有中职会较要紧，即礼拜三有祈祷的见证会，咱听看卖啊，兄弟姊妹，安怎伫生活中间拄着困境的时，安怎伫遮来见证因所经历的。为着社区，咱透过过去即礼拜儿童夏令营，真侪家长有真好的反应囡仔感动甲要回去的时，拢安尼哭甲流目屎爸爸妈妈问讲是安怎啦？就讲足感动的啦营会结束唔甘安尼总是咱继续有机会，互因来到伫礼拜日的即个主日学咱为着咱社区的即个活动，无论是即个救助的事工，是咱的德福咱的即个夏令营等等，咱恳求上帝的帮助，互即个同工有教育的气力智慧，咱做伙起立咱直接来祈祷，直接来祝福咱手所做的事工。咱嘛有即个医疗咨询，即马当伫市立图书馆伫遮咧来做服务，咱开声来祝福。哈利路亚，主我哋感谢你，凡得时不得时，就是爱传福音。所以，阮会通知影有同样的方法，将人带到你主的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想说咱无论是啥物款的这受工，互阮会通透过安尼，将做一个受恩所的管道，会通伫遮来透过管道，你的怜悯、疼痛甲救恩，会通临到伫遮正百姓的身上，愿主来祝福。哈利路亚。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值得阮儿女来敬拜。求你透过阮的儿女，你的宝座设立，拍开你的天窗，摒落你的福气，然后阮透过做这个社区的事工，带人来到主的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阮有这医疗咨询的团队伫外口当地服务，愿主你来说，互因内底受圣人看见，因内底有上帝你的同在，也伫礼拜中间透过你的话来传达，互阮的内心领受真理，真理叫阮得到自由，好好来敬拜你、倚靠你。阮也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一国万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至。阿门。因为信伊的名，就伊的名，互即个恁所看所捌的人勇行，是迄个对伊来的信，互伊交传，好伫恁正人的面前。现在咱只是要用欢喜的心，要来荣耀，要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做伙用这首《金甲银》来学了咱的主。金甲银我拢送好，多多我所有的予你。你若三日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路，伊就起来行，起来跳舞。起来跳，学了主。
耀归主名，荣耀归主。金甲银，金甲银我拢总无，多多我所有的互你。你若三生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路，你就起来行，起来跳舞乐主，起来行，起来跳舞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金甲银我拢总无，多多我所有的予你。你拿你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路，你就起来行，起来行好乐主，起来行，起来跳好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彼得伊在传福音的时，捌经过一个水的门的所在，伊对一位软脚死来软脚的人，对伊讲：我金甲银拢无，我要奉基督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路。伊就归荣耀给主。所以这时兄弟，请咱做伙对我来跳吼，咱做伙来跳，伊就起来行，起来跳。来，伊就起来跳，起来跳，哦乐主，起来跳，起来跳，哦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起来行，起来跳，伊就起来行，起来跳，哦乐主，起来行，起来跳，哦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对头来金甲银，金甲银我拢总无，多多我所有的予你。你若三日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做伙来起来行。伊就起来行，起来跳，哦乐主，起来跳，起来跳，哦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起来行，伊就起来行，起来跳，哦乐主，起来行，起来跳，哦乐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兄弟请坐。检测咱有时感觉有欠亏，无气力，无才调，唔知通做甚物。咱这时，咱就要会记得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伊的权柄赏赐予咱。当咱经过咱人生中水的门的时，咱会当奉主的名来祝福咱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我相信主要来成就。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听我，伊愿慈悲款待我。我
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看成。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起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真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恩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无离开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实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客温柔的同在来看成，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起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真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恩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无离开我。求你加是我所算家己的日子，予我得到智慧的心。亲像过早暝，搁亲像困一醒。看伊先看脚，只有落苦甲忧愁，平静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慈爱充满我。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跟对你，愿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希望你甲你行去。一生看脚，只有落苦甲忧愁，平静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阳光的面，
愿一生要跟对你，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因无你哪里行去？愿一生看到只有路苦甲忧愁，平静过去无留啥物，有你的美妙踮伫阮的顶面，愿你也这咱相信主的疼要伫咱的中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会有福气，只会看我一路引带，永远无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信可以。耶稣陪一路引带，永远无离开我。主，阮学罗你感谢你，因为阮的主，阮的上帝。主，你会讲，伫世上阮有苦难，总是伫你的内底有平安。愿主，你来帮助阮，用信心来找一条永远的出路。每一遍，阮来到礼拜堂，伫遮来敬拜而乐。愿主你的圣神来感动阮，透过诗歌而乐，你的宝座设立，透过阮诚心的恳求祈祷，你暗耳孔来听，互阮的信心看见你的毋茫。互阮通开嘴来承认，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愿主你的神来引导阮，按照你的心意，用心灵真实伫遮来敬拜你。愿主会同在这时显明伫阮的中间，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70首，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请起立吟全首。你最
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爱圣洁公义的阿爸爸上帝，阮欢喜来到圣殿朝见你、婀娜你、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掌管世界一切，你是荣耀的主，万物拢要降服伫你。你有丰盛的主爱，赐予阮满满的疼痛。你是赐予人平安的主，阮出阮入，你拢甲阮伫地。你也是怜悯人的主，阮无意中犯罪得罪你，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求你赦免阮一切罪过。爸啊，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所有的囝儿拢来学乐你，即代要对迄代学乐你的所做，也要保养你的大权能。阿爸爸上帝，恳求你踮咱的教会中做王掌权，求你赐福游牧师、老牧师甲黄传道，互因有智慧、有启示的灵，领受异象，甲种植同工有合一的心，同齐建造荣耀的江南教会。咱也要为着社区的事工来代祷，愿阮的教会会当为着社区的人，成做福利甲福音的管道，也求上帝互阮智慧，会当摕到真侪的资源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互因不止生活得到饱足，心灵也充满平安甲喜乐。也求圣神保守社区的同工甲志工，互因明白上帝的旨意，互因所做一切拢是合心的心意。阮即时同心聚集敬拜，求圣神充满，求你的国降临，甲阮伫地，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3篇，启应文第33篇就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行路，我的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还袂开喙。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物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想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日出这边，也是去到日落迄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牵起来。叫暗暝甲我夹杂。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暝亲像日时遐尼光。黑暗甲光明拢相款。上帝啊，你的旨意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若算会了，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互我行永远的道路。请第7区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愿主赐福你平安。
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台语汉译本第155页，其他版本请看银幕。保罗伫雅典听候因，看见满城拢是偶像，就伤心着急，所以伫会堂甲犹太人以及敬虔的人辩论。但是伫过去里，甲所拄着的也是安尼，有比比古罗、斯多亚两教门的特殊甲伊辩论。有的讲，即个扣人的话谱的要讲啥物？有的讲，伊是亲像传别国的鬼神的，是因为伊传耶稣甲国外的道理，因就带伊到阿略山，讲：你所讲新的教，通得到知吗？20节，因为你用奇怪的事传入阮的耳孔，所以阮爱知遐个是啥物意思。雅典人甲伫遐的厝仔人，袂顾伫别项事，都是将新的事来讲来听若定。保罗徛伫亚略山中，讲：雅典人啊，我看恁凡事敬畏神明，沾染热心，因为我伫行游的时，看见恁所敬拜的，拄着一座坛，顶面写讲：袂捌的上帝。恁所袂捌来敬拜的，我用伊来甲恁讲。24节，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既然是天地的主，无徛去手做的殿，无互人的手服侍，那亲像伊有所欠缺，是家己用活命喘气，甲万物互正人，搁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徛起伫全地面，搁甲因和大仙定着的时期，甲所徛起的地界，是要互因找上帝，检采通吹毛来得着。其实伊离开咱逐人无远，因为咱踮伊来活、来叮当、来伫地，亲像恁中间最死的人，有的又讲。因为咱遮个也是伊的囝类，但既然是上帝的囝类，就毋应该掠做上帝的本质，亲像金、银、石，人的功夫、人的心思所雕琢的。30节，遐个毋知影的时代，上帝无轻看，但就命令逐所在的人，拢总着反悔。因为有定着一日，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公义审判天下，是对死人中，互伊国活，互正人有凭据通信。因听见死人国活的话，有的笑伊，有的讲：阮要阁听你讲这。对安尼，保罗对因中间出去，若是有几若人倚伊来信。中间有亚略山的会员丢尼修，甲一个弗林人，名叫大马里，阁也有别人。以上，只是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爱相信。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你予阮一条出路，透过阮喙承认心相信。就通行伫主你永远稳定的道路，求你的神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互真理会通叫阮得到自由，来敬拜主上帝。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兄姐，大家平安。过去一礼拜，咱伫教会有举行这夏令营，也看见这青少年超40-50位，按真用心伫带这个细囝。逐工早起，阮3位牧者就会到伫咱教会外口，这个家长就会送囡仔来，
来嘛有家长咧问讲，恁遮有教安怎友好父母啊无？我讲有啊，10条戒内底第1戒到第4戒就讲人甲上帝关系，第5戒就是人甲人的关系开始就是着爱孝敬啥父母，孝敬父母，佫有带有祝福甲应允啥物？互你伫地面上会当安怎？长岁寿啦吼。所以咱咧求福禄，求即个长岁寿吼，其实较要紧免怎敬畏，也是孝敬咱的父母哦。所以伫遮囡仔来吼，因真欢喜，话拄仔开始来安尼无毋情毋愿哦。总是你知影，当最后一天要送因离开的时阵吼，家长来接啦，家长来接啊，你是安尼哭啦，哦。我讲，因就足感动的，宴会结束啊，毋甘离开，我看家长伫 FB 咧播啥，哇，转去安尼一直哭，我讲无想要转去啦，要爱伫遮，因为遮哥哥姐姐带因真好的即个活动，也有看见因遮囡仔的品格有咧改变也有家长甲我回馈肯定讲。哇，恁教了足好诶嘛有鼓励遮青少年，因为因真用心有真大部分拢毋是教会囡仔总是因伫即几礼拜的中间，因开始准备，佫伫顶礼拜因伫遮真对早起到暗时因拢伫遮做伙来服侍遮囡仔。我想咱肯定教会所做。就是透过遮父母因的回馈，因伫遮的反应也互咱知影讲，咱免用无共款的方法伫遮来传福音。其实咱人对出世一直到伫临终的时阵，咱拢受到真侪遮的宗教的溃烂，也是一寡遮的礼俗伫遮来影响咱咱有出世做满月，搁来做啥度罪等等遮到伫临终的时阵，咱毋茫互咱伫世间会当好好离开，总是有一个期待要去的所在。保罗伫伊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其实就是伫提醒伊看见真侪遮的雅典人，因伫遮来敬拜足敬虔，伫遮敬拜真侪遮的偶像。我想这甲台湾的民间信仰嘛足共款吼。所以伫遮嘛要透过伊伫对遮个雅典人伫传福音的方式，要提醒咱，对伊伫讲起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互咱平常是咧拜祖先的时阵，到底我拜是真正有拜着祖先吗？还是我爱敬拜迄个上大的祖先，咱的天父上帝？所以这嘛是互咱伫信仰的顶面搁一遍来反省你信主了是毋是有缘？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当时咱会参插伫遮的世俗，甚至伫宗教的祭祀的顶面。我念伊讲，恁就会知影讲，有当时咱无丢伫咱无了解时，咱就会伫讲话、伫思想，咱会参插伫即款的礼俗也是仪式的顶面咱先来看一段即个影片就是过去即几工即个。囡仔伫教会所经历的，声音大一点。囡仔一礼拜只青少年的讲早安因惊到呢因讲。这哥哥姐姐那遐伫布伫遮的场所，咱有100外个囡仔还有遮青年40-50个所以到150-60个伫遮咧活动。
咱伫每一楼拢有无共款遮个活动吼，遮个无共款的青少年伫遮来负责。这分米粉吼，所以分了面拢白白。咱这个新媒体吼，新媒体这个小组的嘛真用心在拍这个片，翕相、做影片。咱甲伊活动教因安怎演绎，即个讲伊以后要做营长啦。咱拍鼓甲因祝福者吼，甲遮青少年祝福者吼。其实教会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伫遮要怎将人带到伫教会。囡仔若来总有真侪家长伫4楼听即个要怎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就讲你会通做一个好的父母4楼拢坐满满安尼吼。所以囡仔来，家长因嘛会对来，咱要安怎互因有伫遮得到造就吼。所以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咱来思考讲，雅典人因拜遐侪神明，到底拜了有平安无？来看起咱台湾的社会、民间的信仰，咱嘛拜真侪。敢在伫你的家庭过去，你有拜真侪遮无共款的神明吼？到底拜了心会平安袂？福有未来啊无？咱要怎用啥物款的态度来敬拜这位真正的真神？第二，上帝透过这段的圣经，透过保罗伊的宣告，毋是干那对雅典人的信仰，嘛要互咱思想讲，伫咱的信仰内底，我到底在相信啥物？我相信的是毋是互我有未来，互我有毋茫？咱来看讲，常常咱有一款的观念，有拜有保庇，无拜安怎行出代志？是毋是你的祭拜、你的仪式，是碍着你的信仰，碍着你影响你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福气？迄个有拜有保庇，到底是互上帝欢喜，还是得罪着上帝？所以咱看讲保罗伊咧传福音，要传啥？传耶稣的歌话。总是伊比古罗即伊比九鲁啦吼，阁有即个苏德亚学派，因对遮个哲学专家伫遮，保罗对因咧对谈，好亲像咱咧甲人讲福音，伊敬拜是一般的民间信仰，我要安怎对你伫遮来讲话，迄个态度要安怎伫遮来对谈？伊比古罗，伊是伫追求讲我内在，我有真正迄个心灵的快乐。伊较会通伫遮来讲起，伫我心灵的平安，迄款的自由是较要紧的。因无感觉讲有迄个未来，所以享乐是因主张。苏道亚学派，伊是咧强调讲，我透过禁欲，我伫遮会当享受神人的即款的连结，
总是因是拜真侪神明、泛神论啊，这种道神的崇拜。伊无相信讲有人死过活有未来即款的想法。所以保罗伫伊咧讲，即个人有死过活耶稣的代志的时阵吼，即个人讲啊，你是咧走江湖吼，咱过去吼，无夜市的时阵拢有摆啦。摆伫卖药啊，对无？啊，讲了讲哦，恁个红叶土冷带起屎，着减妈妈好，啊来食啥？哦，干那飘行风扇哦，啊，讲头前讲了一堆，后壁就是啥？卖药啊吼。所以保罗去互讲，啊，你这是咧走江湖的吼，你咧讲啥？讲外国鬼神安尼吼。所以伫咧中间，因无相信的，因讲你是咧胡言乱语吼，你咧胡白讲吼。所以伫对话过程中间，有人讲，啊，你讲的是新的吼，新的道理，啊无你阁讲看卖啊，互阮听看卖。总是伫遮，咱有看伊讲有受到即个拒绝啦。啊，保罗安怎伫遮来用即个来成做接触点？第一，咱有看伊讲雅典人因伫因即个城市所拜偶像，虽然是一个文化。宗教的中心吼，啊，甲文化的中心、艺术等等遮，总是即个雅典的即个所在，因所拜的偶像比其他希腊的所在吼加起来搁较济。啊，所以咱会通想象讲雅典人因拜真侪遮的无共款的神明，比如说，比如讲是啥，宙斯就是因认为的即个上悬的神吼，天神，过来就是太阳神阿波罗。过来雅典娜对吧？雅典娜即个女神等等，因拜真侪吼，所以惊讲我若拜无够，是毋是会出代志吼？即甲台湾人的信仰小可有类似，对吧？会去细汉，阮伫拜拜的时阵，咱看一般的门两扇门，吼，啊有护顶，啊囡仔人你若徛护顶，你安怎？个人啊去互骂啦，吼，去互骂。哎呀，你个黑白徛这吼，哎，护顶有护顶啥？哦，啊门有门啥？哦，所以有一首歌《范谢将军》安怎赞两旁安尼个，范谢将军徛伫两边啊做门神啊等等。所以咱受到民间信仰是民间故事，咱受到真多的这影响。哦，所以这影响一直影响到咱即嘛。希腊人因惊拜无够，所以因采一个叫做毋捌的神，未识之神，毋捌的，啊毋捌的哦，惊拜无着，所以采一个讲，啊若有毋捌的吼，啊阮伫遮采来拜，惊讲无拜着吼，惊出代志安尼。啊，咱来想讲台湾的民间的社会，哇，要安怎甲即个民间信仰有一个接触点？台湾的未识之神、未捌的神是啥物？啊，照阮咧读宗教学，伫民间宗教信仰吼，老师咧教着种即个所谓的天公啦吼。咱若过年的时阵吼，头正月初几、初九，哦，咱拢受着真大的影响嘛吼。所以正月初九着啥？天公生。啊，到底这天公甲咱所想的上帝，到底是有啥物款的牵连啊无？道教伊伫遐甲伊宣传了，结果就是安那将伊的神格甲降格，叫做玉皇上帝。玉皇上帝，哦，这是道教伊所信仰的。啊，一般的民间信仰就甲叫做天公。哦，啊，毋但安尼，佮甲互伊有一个生日，然后佮做啥？做一个偶像伫遮来拜。所以人想要看见有形的，伫遮来拜，所以咱受到这影响。所以过年你也讲哦，半暝开始就咧放炮啊，对无？哇，原来就是正月初九天公生。你若去看一本叫做《神州忏悔录》《神州忏悔录》哦，这本内底其实咧写到伫中华民族伊过去历史甲这皇帝尧舜。因所咧敬拜咧祭天，到底是咧拜啥？就是咧其实是咱所谓的这位上帝，总是拜到后壁就走蛇去啊！吼，好，我想咱来看讲，伫咱的生活中间，属龙工商，咱有受到啥物款的影响？一般啦，工业还是公司行号吼，拜啥物？
恁做生意拢会拜啥？土地公啊，像迄个吼。啊，当时拜。初15吗？还是初20啊？安尼你拜小我毋对无？所以有咱初20啦吼，初20吼。所以咱来看土地公啥？啊，搁个叫做福德正神。啊，惊伊孤单，搁甲带一个叫做啥？土地婆哦。好啊，所以有一个俗语讲哦，你若得罪土地公安怎？饲无家吼，这拢受到影响的，对吧？哦，所以咱参头参尾土地公，啊若墓碑边仔，你著看菜地一个牌啊，叫做啥？后土后土，所以皇天后土，所以土地公伫台湾的民间信仰实在影响真大。所以你若初26，你著看见有人伫伊的店头前，伫遮开始咧祭拜，就毋望会当保庇。啊，过去农业社会需要哪有生产，所以伫迄个生产过程中间需要啥物？啊，土地公伫遮来保庇啊，互我会当安怎啊修行，所以咱会受到遮影响。啊，你讲基督徒会受影响袂？有无？那一般啊，伫正月啊，伫农历2月初2叫做头月啦。啊，若12月农历12月16叫做啥？哦，恁拢知吼。啊，你有去食过买鸡无？有啦吼。啊，你知影买鸡是啥物意思无？其实买鸡的意思就是咧祭祀土地公。过去吼较无通食，所以食到这祭祀了，讲啊打牙祭。所以买鸡其实就是讲，我祭拜了后，我将遮的祭物，然后做然后伫遮分享互遮亲情朋友。当然，即马可能较无咧拜啦，总是咱受着啊，你要对啊，我来食买鸡。啊，你即马安尼，你有受到即个信仰的影响无？有呢，哦。啊，即咱无了解，总是伊背后就是有一个宗教的行为。检查你是基督徒，你会通改变换一个年终的自餐，还是安怎？总是尽量莫阁用这买价这个哦。如果你若是咧做企业公司，你要请员工食的时阵，你会通换一个名词。啊，若无咱犹原是受到这个影响对无？啊，有拜妈祖的无？过去有啦，哦。所以妈祖原底是先民对中国伫遮移民来，要过乌水沟，要过台湾海峡，伫遐海上交通的守护神。总是咱知影讲，伫迄个文化变迁中，人总啊甲变，毋是干那交通的守护神，毋茫讲平常时伊嘛通伫遐来保庇我，吼。过来，咱看受到你若要健康，可能民间就去拜啥啊？大道公。这就是有人拜保生啊，所以大道公是咧守护迄个健康的，所以讲我若要爱健康，爱得到医治，我就来拜即尊哦。囡仔要有智慧吼，要考试，我就来拜啥？伊就去影印伊的准考证。哦，这大家拢有经验安尼吼。过去若拜拜先，可能为着囡仔要有智慧，然后就摕准考证来去到伫文昌帝君遐，伫遮小可安尼洗洗一下吼，互伊香啊小可有安尼运一下吼，然后毋茫伊会当考试考了好。啊，若要找无查甫朋友、查某朋友吼，着找这个媒人，所以这个媒人吼。所以伫遮咱有可能受到这影响哦。所以过去咧拜天公拜啥，拢天生地养，然后讲因缘天注定，毋是啥，媒人骹后行。所以有真侪这受到观念啊，我要爱有好的因缘，我就去拜月老哦。要生产，我就安怎？要爱有产业，就爱拜祝世娘娘。过来咧，度观音，讲会通度我的生，地藏王度我的死。过来，咱常常受到这个影响，对无？等于讲念阿弥陀佛到底是啥物意思？
其实为着讲你往生，然后要去到伫一个极乐世界，其实遮拢会当互咱找到一寡对话的管道，就是安那。为什么要常常念即个？意思讲啊，我毋茫以后会当有到伫一个往生了，到伫一个极乐世界，安尼，互我会通伫遐徛起。这甲咱的我用迄个永远我，然后到伫天堂上帝遐，有迄款的共款的需要。总是是毋是这通帮助你我，会通伫遮真正透过这个管道伫遮来得到。另外就是讲，伫迄个神主牌啊，咱伫祭拜神主牌的时阵，祭拜神主牌的时阵，咱是台湾民间有遮个活人甲死人做伙大。咱看人伫惊遮个所有的鬼，佫毋敢伫遐来讲鬼。然后讲啥？7月要到啊，对吧？我拜啥物？好兄弟啊，毋敢讲鬼，讲好兄弟啊。然后咧，然后伫遮佫另外一个名叫做普渡阴公。所以咱普渡啊，其实伊个普渡阴公就是讲，我毋敢称伊是鬼，总是少年的伊拢毋惊呢。伊若定一个口头禅讲啥？什么鬼啊？什么鬼啊？你捌听少年安尼？伊若咧看迄个奇怪，讲什么鬼安尼吼？所以伫遮咱看，有当时啊，咱的喙伫讲的无张持就会去讲遮个，也是讲忝着忝死，食了伤饱就安怎？所以常常咱无注意时，就将遮个口头禅伫遮挂伫喙所以我讲这意思讲，若拜祖先就是活人甲死人同大，毋茫讲我透过我的祭祀，或者个过往的亲人会通来保庇。你想讲为着往生到伫极乐世界，然后互伊伫另外一个世界通好好徛起，佫往生投胎转世，但是我拜即个公妈到底拜有对？伊得投胎转世啊，总是我咧拜，敢真正是拜着我的祖先。另外，在这毋捌的上帝、毋捌的神，我真正拜着的是迄位真正的神嘛。所以保罗伫迄个讲道的中间，伊去用请到伫阿略巴古即个议会，另外嘛有即个宗教的历史学家讲，即阿略是希腊的战神呐。若讲话就讲，这真做是一个议会，总是伫阮咧读宗教学的时内底，老师咧教讲，这阿略是一位希腊的战神，伫伊的殿堂内底，伫遮这个议会有责任讲，你有黑白讲无，就叫你来议会半强迫，叫你来议会伫遮甲我讲互清楚。是毋是异端邪说？你咧凊彩黑白讲，亲像遮个合派讲，你咧走江湖，你是凊彩讲过，安尼是无？所以保罗伫遮咧讲起耶稣的故事，然后伊伫迄个过程中间，伊咧讲起耶稣国外的代志，有的人毋捌听过，所以希腊人特别雅典人，因对即个八卦、对新闻特别毋捌听过，因有趣味。因要甲创互清楚、明白讲，即个代志有是真诶，还是假。所以呢，请保罗来到第议会伫遮来讲，安尼讲了，凊彩黑白讲，袂甲判死刑啦。伊会变成做因以后咧讲笑话诶时阵即个笑料啦，就用即个笑话内容所以伫遮有人讲，你新诶道理，无你佫讲较清楚，互阮听见。所以咱看保罗伫接触中间有迄个无相信的，有咧讲你黑白讲的这就是咧讲咱所接触的会害着咱的信仰无，会通真正帮助咱透过拄牧师咧甲咱讲起，有真侪遮的咱受到民间信仰的习俗伫遮来影响啊，不知不觉的中间，咱参与伫迄个祭祀，咱嘛毋知影。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就种真理为什么爱去了解？所以当阮读神学的时，斟酌，然后伫遐学习，
了解民间信仰，所以伫遮要安怎甲遮个信仰有对话？保罗就用即个毋捌的上帝、毋捌的神，伫遮伫甲因做一个接触点。所以保罗有几项的即个讲道的内容分享，伫讲起即个信仰。头一个就是啥？这位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因为因是多神的信仰，所以伊伫遮来讲，伊讲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无带伫人的手所做的，也是讲雕刻的偶像的内底，伊是无所不在，伊袂互你限制伫一个神明，伫一个偶像内底。因为你若知影讲即个雕刻偶像的过程，你就知影讲，甲照人的意思，照人的想法形象，甲雕刻了后，无神后壁挖一空，然后入好神，入一寡只的虎头帮，也是讲只的一寡只的五谷等等，照因的需要，甲入来，然后钱来甲讲入神，开始内底讲入神，无目睭也开讲点眼。所以伫即嘛，咱看讲，这位神是互人伫遮来雕琢，互人伫遮来掌握的嘛，也是伊是无所不在。所以保罗伫遮伫甲因对话讲，伊是高高在上，伊嘛是甲咱三甲同在。伊是一个主爱，虽然公义，总是伊嘛有主爱，伊毋望人会当悔改回转。较要紧一个，就是讲耶稣有告我，伊是一个赢过死亡关系，所以伊才互咱有未来啦。人了做死就无法度面对以后我要安怎好去好从。保罗伫遮讲起耶稣有赢过死亡的关系，有告我，所以伊才互咱有永活。做对亚当来，总是告我是对啥耶稣基督来，所以伊通想述互咱有一个未来。所以伫民间信仰也是遮个希腊，因的信仰就种惊安怎？有拜我加拜袂了去啊，有保庇，总是无拜惊安怎出代志。总是你知影，当你咧祭拜遮个时阵的是，你开放你的主权，互遮个黑暗的关系，或者咱所有的灵界会当进入来，伫遮来掌控你，伫遮来掌握你。所以需要做一个祈祷改变，互遮过去所牵连的。离开咱，念的咱有一个真实的见证伫上后壁，咱会通伫遮来看。所以伫遮咱看讲，有啥物你所祭拜你的方式，是毋是碍着你会通得到即个永活的福气无？相信是出伫听，出伫你对上帝的敬畏。总是伫你的敬畏，伫你的听的中间，是毋是我真正会通，互我所信的会通帮助我？所以保罗伊真着急讲，恁遮雅典人足后拜，总是无像讲一般咱过去讲你拜遐济，你足迷信，你知无？今仔日若讲人家讲你足迷信的，你会爽快袂？你会爽快袂？袂爽，对无？怎回事？对啊，因为咱有无道友伫遮啦吼。总是保罗伊咧讲，哇！恁遮人像咱咧讲遮拜妈祖的伫妈祖咧西境的时阵你就讲，哇！恁哪会遐迷信？也是讲，恁真正足虔诚的。迄桥伫遮咧滚过，你搁阮细汉就是安尼拍者，桥安尼对你的顶悬伫遐滚过安尼，是无？保罗伫遮真肯定希腊人因宗教文化迄款的价值。伊伫遮甲因讲，哇！恁实在是宗教热诚。有当时咱想讲，只爱拜偶像，只爱拜妈祖的比咱搁较热诚，对吧？无事叫咱读一了圣经毋知有啊无？总是有人咱讲啥物经拢读，是无？然后咧八工七暝安尼对咧绕境，咱敢有迄款的一个热诚？有当时咱检采输一般的这民间信仰，保罗引用一般这希腊人的诗人伫遮用伊的话伫遮来讲，咱做来读来，因为咱可以生活、行动、存在，亲像恁的诗人有诶安尼讲，因为咱嘛是伊的子孙。保罗掠着这点，就是讲伊引用一般希腊人咧讲有即个神的神性。然后用这个来咧肯定因，
然后引起有一个接触点，咱搁来读来。保罗徛伫阿略巴古议场的中央，讲：各位雅典人，我看出恁伫各方面有强烈的宗教，又甲因骂，甲因迄个排斥啊，无。伊做一个真要紧的管道，就讲恁哦，比阮较热诚，你知无？所以有这个俗语咧讲哦，真神假拜，啊假神安怎？真拜安尼吼。所以咱是毋是真神有迄款的热情，伫遮咧敬拜？保罗掠条这袂捌的心明，伫遮来转移，要安怎甲这个福音有一个连结？所以提醒咱，无掠咱家己的信仰宗教来做这自我即款的自歌，然后来摆脱伫迄异教。像保罗伊会找到这个点，就讲天公种对这个音乐的问题，咱要安怎伫遮有好好的对话，然后找出一个会当互伊理解，然后有一条出路。所以保罗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怎伫教咱讲吼？伊应用这个诗人，然后伊的神性，然后来讲起这个神、这个上帝的一个属性。所以咱读圣经头一个讲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因敢若讲袂捌的，保罗掠即个就甲因讲，恁所敬拜这毋捌的即个神，也是讲台湾人咧敬拜这个天公，好亲像未识之神、未捌的神安尼。咱要安怎甲因伫遮来对话？我嘛鼓励人去看这个《神州忏悔录》《神州忏悔录》即本册吼，这外口有伫卖吼，还佫有这个影带。我感觉讲了真好，就是要安怎甲历史伫遮来连结然后伫遮互咱了解讲，即位咱所敬拜的上帝，要安怎甲遮个人因所信靠的遮个对象有一个对话。你知影一贯道内底嘛有拜耶稣嘛，对无？所以伫遮咱要安怎甲因找到即个对话？耶稣毋是干若是一个其中一个先知，也是先见啦，定？伊是一个参与伫这创造万物、宇宙万有的即位上帝。伊是互咱的活命气息，伊互咱智慧。所以你若敬拜一个，你毋免讲我因缘，我就来拜啥物元老。我爱生产，我就爱拜祝圣娘娘。我爱有智慧考试，爱有好成绩，我就来拜文昌帝君。咱要怎帮助互伊人知影？即位上帝伊掌管万行有，你敬畏伊就智慧，对吧？你敬拜伊又供应你，你无伊是互人会通对无创造变做有对创世纪。所以伫遮咱有看其中，即位上帝嘛是毋茫愿意牺牲伊家己，互伊会通成做咱祭拜的祭牲，然后伫遮拍通迄个管道。所以，互咱毋免搁再用啥，用即个祭牲来祭祀。圣经讲用心灵、用真实伫遮来敬拜。拄咱看遮个兄弟姊妹用诗歌伫遮来学乐，这嘛是一个啥物？有一个奉献啦，吼。感谢主，互咱会通用无共款的方式。今仔真侪像文主讲，真侪所在嘛无咧野香啊，你知无？因为环保的问题。所以，伊嘛讲心灵虔诚就好，是无？所以，即马其实一直咧改变。有当时咱的头脑嘛，抑阁转袂过来，一定爱香吗？圣经启示了讲，咱的祈祷就是香香的香，搁较环保，敢毋是嘛？所以，较要紧用咱的祈求会通得到即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伫遮来听。较要紧就是讲，即位上帝是伫历史中间。这偷人、咬人，伊过往了，互人祭祀，甲伊封做神。所以你去看《封神榜》，你有看真侪是人去封，然后敢过来祭祀。所以，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自有应有，愿意降生伫人的中间，愿意出世，诚做卑微，为着咱付上代价。较要紧是安怎？伫世界顶，诚做祭牲。要除去咱的罪，有过活。所以保罗讲，耶稣若无过活，咱就无所信的就空空。
表示讲耶稣有过我，咱逐年咧庆祝过我节，就是因为有见证人才看见耶稣过我。所以你若去以色列，你著看去参观着遮个历史的景点，耶稣过我了后上天有迄个主过我上天的礼拜堂等等遮，所以透过遮个看见伊的学生，遮个见证人，就是要甲咱讲耶稣有过我，耶稣若有过我，就互咱有未来。所以咱的未来永远毋是梦。所以你咧念遮个阿弥陀佛也好，还是讲耶稣，你信靠伊，伊已经讲我去甲恁备办所在，我若备办好势，要搁带恁倒转到咧天顶的祖家。一个是你毋知影你念了到底通帮助你有未来啊无？一个是耶稣讲我已经应允互你，你只要会通做啥？你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救主。这个平安，这个永远救恩就临到伫你。陈金富这个兄弟，伊的查某囝信主了，带伊去到伫教会，伊是勉强去啊，应付啊。这个人是30多年修禅拜佛，皇庙必拜，就讲去庙我就拜，伊做这建筑业，所以你知影讲建筑业就爱安怎有这个祭祀，有这个祭拜吼。所以伫遮，咱看伊初15，伊就爱食菜、拜佛念佛安尼。所以等等，伊看见个查某囝信主了后，有迄个改变的。个查某囝甲邀请，伊讲好啊，应付啊，一摆应付咯。所以去入去就无阁离开啊。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讲，伊4个拜，伫迄个修禅念佛的过程中间，伊嘛无真正平安。当伊入去到伫教会，有迄招待人摸一个箱啊，叫伊抽啊，一般讲福音解签啊，其实就是互伊抽者有上帝话啊无，抽起来讲啥？传道书3章11节。讲上帝早就将这永远的意念放伫人的内底，所以头一个永生。第二个就是讲圣经讲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愁烦恼，毋免烦恼，阁有永远活。伊讲这就是我要找，所以开始伫遐追求。讲4天就洗礼啊，当然这伫咱教会是较袂发生啦吼，除非人要临终才有即款的迄落吼。不过上无咱是鼓励讲你来，上无爱3个月、6个月安尼吼，你清楚这信仰要来洗礼，搭来洗礼，安尼较袂安怎信仰走蛇去吼。所以真鼓励着种咱要怎去了解这真理圣经吼，互咱会通明白。咱来听看伊的生命安怎改变吼。大家好，我是陈金富弟兄，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认识。我今天有一段感动的经文，想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就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里面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很多人都在追求，其实他们的内心是不平安的，而且到处乱拜偶像。那以前我也是这样，我是过来人。后来因为我一个因缘，我女儿带我到基督这边来。所以我接触了基督的信仰以后，我才发觉，真正的基督信仰，它是唯一的真神，它是帮助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与我们的救主。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必定会保守我们心里所想的，而且会让我们有真的平安珍惜的。如果你们现在有像我以前这样，我有一段很彷徨的日子，在一直追求真理，一直追求
这个信仰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不晓得自己没有把握。后来我遇到这个真神以后，我就进来了。到现在，我非常的平安喜乐，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康。我一些朋友都说你怎么越来越年轻？我就说我因为信主以后，我整个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们如果有遇到这个情况，可以跟着我一样，可以进来找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必会赐给你们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谢谢大家。为什么愈来愈少年？因为这信仰互有平安有喜乐，喜乐是上好的保养品嘛？是啊，喜乐是上好的药啊。是，喜乐是互人有毋望，喜乐是互人看见上帝的应允。兄姊妹，咱看伊本身拜过足济，伫30多年中间有神就拜，总是伊的心无平安。当伊勉强应付伊查某囝进入教会，当伊愿意拍开伊的心门，咱就看见伊明白这位耶稣会当掌管伊的生命。伊毋免搁再拜遐济，伊拜这位真神上帝，耶稣基督，伊诚做生命的主。所以相信，互咱的应允就会通拍开。耶稣诚做咱生命的救主，帮助咱。我相信是要互咱知影讲，因为耶稣已经备办好势啊，这个恩典要互你，你背无？耶稣袂要求，耶稣袂强迫，耶稣在等待咱愿意拍开心门讲，我愿意。咱作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吼。咱所听的讲，耶稣，你真正是真的吗？你愿意为着我付上代价吗？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你便是我的阿爸阿爸，伊是在听我，伊愿主必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看成。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是上水，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真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无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真可以。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也就是阿爸阿爸，我最宝
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上主的有福气，选择个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应允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面带，永远无离开我。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上好的福分，要互你的囝儿。我用信心来挖靠。阮敬拜一位全能、掌管万行有的上帝，你就要将阮的需要来赏赐阮，将阮的未来来应允阮。愿上帝透过今仔日你家己的话帮助阮，有圣神的感动，掠条救恩，也学习保罗安怎这的做拜真多这偶像的雅典人。安怎甲因对话，伫遮甲因欣赏，总是会通将真理鲜明传达。愿主赏赐阮有这款的智慧，甲阮开启阮的心，互主你的智慧就成做阮的智慧。听阮伫你面前同心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恁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爸上帝，我感谢你，你因为听阮的缘故，你互主耶稣基督真做人，伫世上伊所传的福音，互阮真做日后的帮助。也详细也求主通过着主耶稣，
伊对死第3日对世人中过活的时阵，互阮一世人永远有永生的愿望。感谢主你所赏赐阮的，相时也在早，你也互以撒伫伊种造的时阵，你也互伊赏赐伊100倍的收成。我相信我今仔日迦南教会，阮所有的奉献，我相信你也要应允伫阮每一个家庭的身上，互阮100倍收成，也祝福伫阮迦南教会。这是阮献上阮的感谢，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余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要来欢迎头一面在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头一位是黄炳富兄弟，毋知伫倒位伫后壁，咱甲欢迎哦。来，愿上帝祝你吼。好，请坐。第二位，黄章如姊妹黄章如姐妹伫咱中间，来，甲伊欢迎吼，上帝祝福。第3位是迄个洪凤生夫妇吼，洪凤生夫妇伫咱中间那个，这是这辈阿兄吼，来欢迎吼。第4位是黄定国甲陈益哲吼，伫楼顶啦吼，因为带囡仔来参加吼。好，其他毋知佫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啊无？嘉琪迄个咱的迄个圣良兄吼，伊伫病院有甲洗礼，还未正式甲介绍者吼。来，请徛起来，伊圣良兄弟吼，请坐，上帝祝福啦吼。互伊即回开刀脑瘤的时阵真顺遂吼，看伊伫恢复足紧吼，嘛真期待着讲，咱知影讲敬拜即位一位全能的上帝吼。那其他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今仔日下昼1点，无要伫曙光园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同工准时来参加。9月7日，咱也要举行今年度第5遍的圣礼典，若要受洗礼，伫8月23进前，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为着要庆祝今年是释教的55周年，所以咱伫周报内底有一张单吼，你会通做伙伫遮来回忆过去，恁若捌参与伫一寡方面服侍，也是讲伫你感觉即张相片真有意义，会当讲故事吼。你着甲搭伫即张下骹吼，写即张相片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互咱会当做伙伫遮来回忆，来展现咱未来吼，展望咱的未来。所以即张对于今仔开始一直到8月底请咱会通伫遮倒转找一张吼，你感觉？你参与伫这教会内底做意义的为人参与伫啥？对车库开始，迄个时代啦，为人对伫和平路，也是对参与伫嘉南教会过去的历史吼。你转去晓了，咱有一寡真宝贵的相片，像你最近加入伫教会吼，等遮咱今仔日嘛有这医疗关怀咨询已经转来吼。后礼拜咱会庆祝父亲节每一个做爸爸的，咱有一个礼物要来赠送吼。总是爱后礼拜爱出席啦吼，爱出席。除了讲迄个较无方便的，咱当会甲留。总是其他着种咱鼓励咱出席哦。你若无来讲吼，迄个文成长老我着顶回无来吼，搁要讨礼物安尼吼，无咱伫后礼拜吼，咱做伙来庆祝。儿童牧区伫8月7日，这若讲因为即个公事吼，着种出外服侍，这咱着会甲留吼。伫遮有亲子户外的活动吼。
才有即个囡仔带因家长的倒转来参加，还佫有咧报名到今仔日吼。7月今仔日嘛12点有12点半到2点有红桃梅老师伊安怎透过游戏、透过活动，互即个囡仔甲大人有好的关系建立所以请咱来若有要参加早7号的篮球甲2个即个棒球。另外，咱陈秀晶姊妹。就是加深加深执事的丈人伫7月17别逝享年78岁要伫8月初4拜二会到2点，要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永楼祭神一厅做公祭咱为着这个家庭来关心为着这个遗属来代祷。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因为有定着一日，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公义审判天下，是对世人中，互伊高我，互圣人有凭据通信。使徒行传17章31节各一遍。因为有定着一日。要用伊所设立的人，照公义审判天下，是对世人中，互伊高我，互圣人有凭据通信。使徒行传17章31节。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金丝线且又无输足倒，请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是我愿用欠比是正，赞我答应遵守你诫命。我对黑暗中最坚定，对出实的人，这是我人生必切望。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说：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过死无关系，快乐充满恁，应允恁有永活，也成做世间人祝福的管道。愿天父上帝，你永无改变的主爱，亲像盾牌来固守保护阮出入拢有平安。愿主圣神来感动阮，开阮的心，相信耶稣是救我的主，邀请伊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掌权，也互阮通全家拢得到福气。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的礼拜到这，咱彼此伫遐祝愿上帝说，咱有平安有喜乐。
主。